伫台湾甲中国拢非常知名的艺术家冯宪明老师，伊是一位多方面发展的创作者。伫油画、水墨、灰啊等方面拢有真悬的水准。这几年来，伊行访世界，找找创作的灵感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无法度出国，所以伊就来选择创作台湾的山水。现在伊也伫府前路的东门美术馆举办个人的展览，以着心所欲为主题，呈现了创作当中的随心所欲，作品充满特色。台湾的天气跟这个生活的氛围是跟国外不一样的，所以回到台湾能够在这里办个展览，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。而且回到台湾以后，我画台湾的景色，台湾的山川的秀丽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跟它比美。虽然是很小，但是它是很秀丽、很美的。如果说很壮大的山河，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壮大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受不了。但是这个秀丽可以赏心悦目，这是我一个最喜欢的东西。除了水墨画甲油画等作品以外，冯宪明老师的书法作品也是相当有名的。这个现场也有展出，老师就是希望来欣赏作品的民众，会使对当中感受到心灵的放松。行草，我写字是拜朱觉文老师为师的。所以大概以颜字的规范为主，落笔就比较讲究长锋啊、中锋的行笔，这样的行笔方式可以达到那种心灵舒畅的感觉。所以写字不一定要写得很漂亮，写字是心灵上的一种享受。希望如果来这边观看书法人，也可以达到心灵上的享受。为了让喜爱老师作品的民众有机会来收藏，这届也特别推出了文创商品，用老师的作品来结合衫仔甲笔电，希望让无同年龄的人会使熟悉老师的作品。这个发想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，那一直很想要跟台南在地的年轻的设计师合作。那刚好我觉得时间点这个缘分很巧合，所以我们这次找了2位台南的年轻设计师一起，那他们有很多的创意想法，然后促成了这一次很多文创商品的结合。那衣服其实是我一直有想要做的。所以我们请了，也是一样是实践服装设计系的学生。那我觉得他的创意想法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我们这次的 T 恤里面有点像是图腾类的设计风格，那有点像迷彩的感觉。那希望是可以让大师级的作品年轻化，那可以让更多一般的民众可以接受，那感受其实我们不管是在食衣住行上，都可以感受艺术融合生活在一起。这届的展览的号名叫做“心所欲”，其中也有其他的意涵。老师表示，伊的一生拢伫艺术创作的领域当中，伊期待家己会使达到看山毋是山、看水毋是水的境界。这届的展览将会展出到1月30号，对着水墨艺术甲书法有兴趣的民众，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展览。如果是想要收藏老师艺术作品的文创商品的民众，嘛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。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